Hello， 大家好。隨住天氣越嚟越熱，今個6月我哋準備咗一系列嘅 PV 獎賞，陪大家可以清爽迎接夏天。125 PV 會送檸檬香茅精油，佢帶有清新嘅金骨草本香氣，用佢嚟擴香，可以營造出東南亞度假般嘅氛圍，為夏日帶嚟清新放鬆嘅氣息。我平時好中意喺運動或外出之後，將佢加入按摩油按摩雙腿，舒緩疲勞。190 PV 就有薰衣草輕盈潤膚乳，佢質地輕盈滋潤，唔黏膩。每晚臨瞓前搽勻全身，佢淡淡薰衣草嘅香氣有助放鬆身心，令你更容易入睡。就算開住冷氣瞓到第二朝，肌膚依然柔嫩水潤。今個月特別新加250 PV 獎賞，多一款熱賣產品送俾大家試用，就係 Deep Relief 滾珠精油。佢蘊含9種清涼舒緩精油，適合運動或戶外活動後使用。輕輕塗抹於肩頸或疲勞位置，有助放鬆繃緊嘅肌肉，即時帶嚟冰涼舒爽嘅感覺。滾珠設計簡單易用，細支，方便隨身攜帶。300 PV 有 Simplify 系列嘅 Fresh Linen 精油，佢係 NFL 產品，平時香港冇得賣。佢嘅香氣以啱啱洗好喺陽光下晾乾嘅床單為靈感，由檸檬、薰衣草同絲柏等優質精油調配而成，不含合成香精。你可以擴香使用，或者洗衫時候加入幾滴，令衣物帶有陽光曬過之後嘅清爽氣息。500 PV 係皇家夏威夷檀香精油，檀香樹十分稀有，係珍貴嘅天然資源，所以 Young Living 只會採用自然枯死嘅檀香木，同時喺原位再種檀香樹苗，致力重建森林生態。呢款精油帶有溫潤嘅木質香氣，好適合喺冥想時擴香使用，製造平靜嘅氛圍，令思緒更清晰。你亦都可以添加至保濕霜使用，令肌膚更細緻光滑。以上就係6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身邊更多朋友認識 Young Living。拜拜。